中午好，各位来宾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赖一万，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我对韩语的看法。首先，我们来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惠。在这里趁这个机会，我要讲一下我对韩语的一些认识，然后要怎么样用韩语来建立我们的未来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韩语，韩语在全世界排名第2，很重要的一种语言。现在也很多工作上的处理后，都在印尼和中国建立起来的。中国货来印尼，印尼货运送到中国，大家来往做生意。有一些人都认为韩语很难，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我看到韩语在各个行业上的很重要，所以我决定要学好韩语。现在我出现会跟中文老师对话，使我感到非常高兴。福建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：一步一步一定走完的。所以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不要怕，写什么东西就有决心。学习韩语最重要就是第一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相信你的自己会来跟你自己说，我会写好汉语，我一定会的。第二，你要加倍努力学习韩语，不管别人要对你们怎么样子的，相信你的自己，加倍努力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的。我妈妈常常教会我如何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我妈妈也常常教我一个句话，是这样讲的：失败是成功之母。然后我相信，只要我把韩语学好，未来的日子都充满了希望。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演讲，如果我说不对的话，请大家原谅我。一万在这里祝福大家幸福愉快，未来的顺心，感恩。